國際象棋嘅棋盤有64格，對於棋手嚟講，對弈嗰陣呢64格就係佢哋主宰嘅世界。但除咗棋手，喺俄羅斯都有一個人視棋盤呢64格係佢一生中最重要嘅嘢。但佢唔係一個棋手，而係一個連環殺手。佢嘅目標係每殺一個人，就將一個硬幣放上去棋盤上邊，並為硬幣編上一個號碼。最終佢嘅棋盤放咗63個硬幣，即係佢聲稱殺咗63個人。佢就係俄羅斯，甚至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令人髮指嘅連環殺手——棋盤殺手亞歷山大皮丘希金。皮丘希金1974年於莫斯科出世，佢嘅童年並唔愉快。皮丘希金嘅生父喺佢啱啱出世冇耐就拋低咗佢同媽媽，其後佢母親改嫁，皮丘希金就同媽媽、繼父同埋同母異父嘅弟妹一家住喺比茲維斯基公園北面嘅九洛濟區。據皮丘希金媽媽所講，皮丘希金4歲嘅時候，因為玩千秋遇到意外，被千秋打中咗。自此佢喺學業上遇到困難，而且情緒不穩，比較易嬲同埋封閉。皮丘希金嘅媽媽唯有將個仔送去特殊學校讀書，但喺學校入邊，佢受到同學嘅欺凌。喺呢個時候，佢唯一覺得愛錫佢嘅人就係佢祖父。佢祖父非常愛錫皮丘希金，仲教佢捉國際象棋，希望佢可以培養自己嘅興趣。皮丘希金亦都表現出佢喺國際象棋有一定嘅天分，但估唔到最後國際象棋會成為佢殺人嘅記錄。皮丘希金其後進入咗職業學校，成為咗一個木工學徒。喺佢祖父過身之後，佢經常帶住佢嘅愛犬到比茲維斯基公園散步。當呢隻狗過世之後，佢將狗埋喺佢哋經常會到嘅公園，而呢度亦成為皮丘希金最鍾意帶受害者嚟並將佢哋殺死嘅地方。1992年，皮丘希金開始有殺人嘅念頭，而令佢出現呢個諗法嘅人係俄羅斯另一位連環殺人犯羅斯托夫死神安德烈齊卡提諾。齊卡提諾承認殺害咗56個人，但係有3個受害者揾唔到屍體。最後佢53項謀殺罪入邊有52項成立。齊卡提諾1994年被判處52次死刑，同年伏法。喺1990年落網嘅羅斯托夫死神同埋關於佢嘅審判，成為咗俄羅斯甚至係全世界嘅焦點。當中受到影響嘅仲包括皮丘希金。佢開始留意同搜集關於羅斯托夫死神嘅資料同埋報導，開始模仿佢嘅衣着等等。同一時間，佢尊敬嘅祖父亦喺呢段時間過身。失去咗重要嘅人之後，皮丘希金開始酗酒，加上齊卡提諾嘅消息，喺多重因素之下，皮丘希金覺得自己可以超越齊卡提諾謀殺56個人嘅紀錄。佢為自己訂立一個目標，每次殺人要放一個硬幣落棋盤嘅一格，而目標係填滿棋盤嘅64格。1992年，18歲嘅皮丘希金開始實行佢嘅殺人計劃。佢首先揾嚟朋友米哈伊爾奧季丘克，希望同佢合作殺人。奧季丘克聽到殺人計劃，以為皮丘希金只係同佢講笑，所以一開始就答應咗。不過後嚟發覺有唔妥，就拒絕咗皮丘希金嘅計劃。皮丘希金於是喺奧季丘克嘅住所將佢勒死，再將佢由露台拋出窗外。警方雖然有向皮丘希金問話，但最後都要奧季丘克自殺結案。第一次殺人嘅感覺對皮丘希金嚟講太美好，於是為咗喺未來可以有效壓制受害人，所以佢開始鍛鍊身體。喺呢段時間入邊，佢冇再殺人。喺首次殺人之後，皮丘希金嘗試過加入軍隊，但最後通過唔到心理同精神評估，令佢更加沉迷酒精，經常醉倒。雖然做過唔同嘅散工，但同同事相處亦都唔太開心。咁嘅情況維持到2001年。2001年5月，即係距離皮丘希金第一次殺人大約9年之後，佢喺街遇到52歲嘅葉夫根尼普羅寧。佢邀請對方去公園飲酒，陪自己睇下埋喺公園嘅愛犬。普羅寧不如有詐，同皮丘希金一齊去咗比茲維斯基公園。就喺佢飲醉嘅時候，皮丘希金出手將普羅寧推落下水道，任由佢溺斃。返到屋企之後，皮丘希金拎咗佢嘅一個數學推盤出嚟，然後喺報紙剪咗數字1同2貼喺推盤上邊，代表佢殺嘅2個人。然後嘅日子，佢一連奪去咗另外10個人嘅生命，佢哋大多數係酗酒、吸毒或者窮人。皮丘希金每次都用一齊飲酒呢個藉口，將受害者引到公園深處，灌醉佢哋，再碾死佢哋，或者將佢哋拋落下水道，等佢哋溺斃。直到7月，皮丘希金對安德烈科洛亞采夫落手，科洛亞采夫大聲呼救，引起途人注意。皮丘希金將科洛亞采夫推落引水道之後逃走。雖然科洛亞采夫最後獲救，但最後都係傷重死亡。
不過呢件事令警方喺當地加強巡邏，皮丘希金亦都決定稍為低調一下。2002年1月，皮丘希金再展開佢嘅殺人計劃。由於引水道之前引起咗警方注意，所以佢今次帶受害人到一棟大廈嘅樓梯飲酒，最後推對方落樓。但佢並唔中意將受害人推落樓嘅感覺，所以又打算返去公園嘅引水道犯案。同年2月，佢將目標鎖定喺馬里亞維尼切娃。佢引誘維尼切娃到公園之後，同樣將佢推落引水道。不過維尼切娃生命力頑強，佢爬出咗引水道，被散步嘅人發現送院，成為少數喺皮丘希金落手之後仍然生還嘅受害者。雖然維尼切娃報咗警，但當地警方並冇認真看待維尼切娃嘅案件，最後仲不了了之。皮丘希金繼續犯案，其中一次佢引誘13歲嘅孤兒米哈伊爾洛博夫入咗公園之後，用同樣嘅手法推佢落引水道，但洛博夫好似維尼切娃一樣自行喺引水道爬出嚟。不過因為洛博夫係一名孤兒，而且係一個小朋友，佢嘅報案警方都唔重視。但皮丘希金就意識到就咁推落引水道嘅手法唔夠保險，於是佢用佢嘅關係得到咗一支槍。喺得到槍之後，皮丘希金尋找到佢嘅目標小提琴家赫爾曼切爾維亞科夫作為佢嘅實驗品。第一次佢順利槍殺咗切爾維亞科夫，但當佢再次嘗試用槍殺第2名受害者嘅時候，就發生咗意外，佢差啲被子彈打中。自此佢就決定唔再用槍，改用錘仔犯案。2002年，皮丘希金總殺咗14個人。佢將數字推盤貼滿之後，開始用月曆做記錄，然後佢開始用自製有64格嘅國際象棋棋盤做記錄。2003年，皮丘希金再了結多4個人嘅生命，其中佢嘅鄰居27歲嘅康斯坦丁波尼卡波夫雖然幸運咁保得住性命，但因為頭部受到重創，失去咗記憶。波尼卡波夫出院之後，皮丘希金仲嘗試去問候佢，但波尼卡波夫就對皮丘希金完全冇印象。不過皮丘希金亦都暫時冇再對身邊嘅人落手。雖然皮丘希金已經殘害咗多條生命，而下水道維修工人喺2001至2005年間亦有向警方通報發現咗多條屍體，但因為死者多數都係社會嘅邊緣人士，警方多數都認為佢哋係飲醉再失足跌落引水道而結案，所以皮丘希金希望有更多人關注佢做嘅事，佢想向大眾展示自己嘅成果。皮丘希金先後殺害2名受害者，並將佢哋嘅屍體棄置喺大眾見到嘅地方。喺2005年11月，佢殺害咗73歲嘅費拉基米爾杜杜金，仲喺頭嘅傷口上插咗一支空嘅伏特加酒樽。單係11月至12月，皮丘希金就殺死咗7個人。隨住越嚟越多嘅屍體被發現，比茲維斯基公園有殺人魔嘅消息亦都開始傳開，大眾仲為兇手取名為比茲維斯基瘋子。2006年4月底，當地警方喺比茲維斯基公園發現咗12具遺體，期間當局加強咗巡邏同調查，但依然揾唔到兇手。期間，警方曾經搜查一名女士，發覺原來係一名有變裝癖嘅男子，仲喺佢袋入邊發現一個錘仔。雖然該位男子聲稱錘仔係用嚟防身，但仍然被警方拘捕。當地其後傳出比茲維斯基瘋子已經落網，皮丘希金為咗證明警方出錯，佢繼續殺人，當中包括佢嘅超市同事。同年6月，皮丘希金鎖定佢第63個目標，佢嘅朋友兼同事36歲嘅馬利娜莫斯卡廖娃。莫斯卡廖娃6月14日答應咗皮丘希金嘅邀請去比茲維斯基公園，但因為手機冇電，佢將皮丘希金嘅名同電話寫低喺便條留俾個仔。雖然皮丘希金知道呢件事，但佢冇停止佢嘅計劃。隔日，警方發現咗莫斯卡廖娃嘅遺體。之後，警方得到有皮丘希金資料嘅便條，亦都喺莫斯卡廖娃嘅遺體揾到地鐵飛，然後再查閱地鐵站嘅閉路電視，終於鎖定皮丘希金當日同莫斯卡廖娃一齊，最後將佢拘捕。皮丘希金起初否認自己係比茲維斯基瘋子，但警方喺佢屋企除咗揾到記錄殺人數字棋盤，亦揾到一本皮丘希金記錄自己殺人經過嘅筆記簿。最後警方指控佢殺咗49個人，而皮丘希金更加承認自己實際殺咗63人。皮丘希金曾經講過：我一個人決定咗63個人嘅命運，我係佢哋唯一嘅檢察官、陪審團、法官同劊子手，我就好似上帝。可見佢並冇任何悔意。最後佢被判處終身監禁，兼要接受精神治療。雖然皮丘希金曾經提出上訴，但法院依然維持原判。入獄後嘅皮丘希金並冇立即離開公眾視線，除咗不時同獄方人員發生衝突之外，佢入獄之初嘅室友車臣恐怖分子魯爾帕夏庫拉耶夫
亦都因為懼怕皮丘希金而要求調訪。庫拉耶夫聲稱皮丘希金會用言語折磨佢，話會好好將佢殺死。你以為人人都會懼怕呢位連環殺人麼？咁又未必，因為叫娜塔莉亞嘅女子就瘋狂愛上咗皮丘希金。雖然佢哋未曾見過面，但娜塔莉亞不斷寫信俾佢，仲喺手臂紋咗皮丘希金同棋盤嘅紋身，兩人仲計劃結婚。皮丘希金奪去咗好多無辜嘅人嘅生命，其中有一半更加係佢認識嘅。佢從來都冇悔意，或者餘生都要喺監獄度過，對佢或者社會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方法。